2026年8月4日，士師記第18章。在那些日子，以色列中沒有王。那時但支派還在尋找可居住的地業，因為直到那一天，在以色列的眾支派中，但支派仍沒有得着地業。於是但人從瑣拉和以實圖差派他們家族中的5個勇士去窺探查察那地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去查察那地吧。他們來到以法蓮山地，進入米迦的家，就在那裏住宿。他們在米迦的家附近認出那青年利未人的口音來，就過去。他那裏問他：誰帶你到這裏來？你在這裏作什麼？你在這裏有什麼？他回答他們：米迦如此這般待我，他僱了我，我就作了他的祭司。他們對他說：請你求問神，使我們知道我們要走的道路是否順利。祭司對他們說：你們平安地去吧，你們要走的道路是蒙耶和華悅納的。於是那5個人離開了，來到拉益，看見那裏的人民安然居住，就像西頓人一樣，生活平靜安穩。在那地又沒有人掌管，沒有人掌權，使他們受屈辱。他們離西頓人也很遠，也沒有與別人來往。他們回到瑣拉和以實圖自己的族人那裏去。族人問他們：你們有什麼話說？他們回答：起來，我們上去攻擊他們吧，因為我們已經看過那地，見那地十分美好。你們還靜坐不動嗎？不可再遲延，要趕快去取得那地。你們到了那裏的時候，你們必遇見安然居住的人民。那地的兩邊寬闊，神已經把那地交在你們手裏。那地百物俱全，那地百物俱全，一無所缺。於是但人的家族中有600人，帶着兵器從那裏出發，就是從瑣拉和以實圖出發。他們上去，在猶大的基列耶琳安營。因此人把那地方叫做瑪哈利但，直到現在。這地方是在基列耶琳的西邊。他們從那裏經過，往以法蓮山地去，來到米迦的家。從前去窺探拉益地的5個人對他們的族人說：這些屋子裏有以弗得、神像、雕像和柱像，你們知道嗎？現在你們要考慮一下，應該怎樣行。於是他們5人轉身進入米迦的家，來到那青年利未人的屋裏，向他問安。那600但人帶着兵器，都站在門口。從前去窺探那地的5個人上前進入裏面，把雕像、以弗得、神像和柱像都拿去了。祭司和帶着兵器的600人都站在門口。當那5個人進入米迦的家，拿走雕像、以弗得、神像和柱像的時候，祭司就問他們：你們作什麼呢？他們回答他：不要出聲，用手掩着你的嘴，好跟我們走吧，好作我們的師傅和祭司。你作一家的祭司好呢，還是作一個以色列中一個支派、一個家族的祭司好呢？祭司心裏高興，就拿着以弗得、神像和雕像來到眾人中間。他們就轉身離去，
把婦孺和牲畜以及財物都放在前面。他們離開米迦的家很遠的時候，在米迦的家附近各家的人都被召集出來去追趕但人。他們呼叫但人，但人轉過臉來問米迦：你召集了這麼多人出來作什麼？米迦回答：你們把我所做的神像和我的祭司都帶走了，我還有什麼呢？你們怎麼還問我，你作什麼呢？但人對米迦說：不要再讓我們聽見你的聲音，恐怕有暴躁的人攻擊你們，以致你和你全家盡都喪失生命。但人繼續走他們的路。米迦見他們比自己強，就轉身回自己的家去了。但人把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帶走。他們來到拉益，去到平靜安居的人民那裏，就用刀劍擊殺了他們，又用火燒了那城。沒有人搭救，因為離西頓很遠，他們又與別人沒有來往。這城位於靠近伯利合的山谷中，但人重建那城，住在其中，按着他們的祖宗以色列所生的兒子但的名字，給那城起名叫但。其實那城原先的名字叫拉益。但人就為自己把那雕像立起來。摩西的孫子革順的兒子約拿單和他的子孫都作了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受擄掠的日子。神的殿在示羅有多少日子，但人為自己設立米迦所做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。我哋一齊祈禱，立志讀經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睇似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嘅眼睛，讓我睇見你話語嘅奧妙，好使我每日靠着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，閱讀同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